来继续来看莫拉克皇太满10周年，昨暝伫高雄的三拿举办着纪念晚会。高雄市长韩国瑜致辞的时阵，再一次来强调，讲高雄市政府放弃着国家赔偿的上诉。韩市长嘛来强调讲，小南村被追讨的诉讼的费用，伊个人的全部来承担。这场的晚会包括前总统马英九、国民党的党主席吴敦义拢去参加。 莫拉克10周年，昨暝伫高雄三拿区办活动，无因为李启马皇太要来取消，其中高雄市长韩国瑜这几句话，阁温暖着灾民的心。关于诉讼的费用，不应该再由小林村居民来负担，这是不对的。我个人会全部来承担所有的诉讼的费用。10年前，莫拉克皇太登上高雄山区，造成523人罹难，小拿被灭村。 韩国瑜伫4月份就送上大礼，不再上诉，佮斗相共解决200万的诉讼费，这款的改变，互全民袂输洗三温暖。现场有支持者喊韩总统，活动都开始时，吴敦义、韩国瑜一直讲话，等到前总统马英九到场了后，三人嘛一直交换意见，可能是因为党内分裂的危机还未解决，三人拢唔敢放松。让高雄、让台湾风调雨顺。 让中华民国国泰民安，好不好？好。本来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嘛要出席这个活动，却因为风台来取消。不过前总统马英九伫今日透早专工拜访郭台铭的永宁农场，就算无看到郭台铭，嘛要继续为团结打拼。